嘿，Google，挖底家需要我帮什么吗？请问台湾最近什么时阵会落雨？以下是我找到的资讯。你看台语也听有呢，足够会哦。台语也听得懂呢。这是真的吗？对，有没有对错啊？对呢，也是天气呢。不过不是针对那个下雨的。请问台湾最近什么时候会下雨？以下是热门搜寻结果。哎呦，要中央气象局给的资料。这样你看得出来吗？礼拜四、礼拜五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北部的下雨，看这个手机程式啦。来看这个手机程式，5天查最近5天趋势预报，有没有看到？周五、周日啊，周六、周日了，周末开始下雨了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周末、周日，有没有看到周六、周日啊下雨耶？这里耶说连续5天下雨。用这个手机程式看比较快。